覺內發覺有鬼蛋超間，我害怕眼看着每寸發膚將眼嚟大眼，我害怕眼看着每寸發膚最風化，若閉起眼發着惡夢太多，暗信現實求助，但惡魔竟更多。很恐怖，離開都很恐怖，任我怎兜轉都是不頭路，逃走都很恐怖，回帶都很恐怖，讓五官封閉點愛又更糟。如果這麼恐怖，何苦這麼深奧？就兩手夾臂心事目前地步幾高？沒更多招數，無需考驗禱告，淋熄這些恐怖。粉碎腦袋一並擁緊，我聽到隻骨仿車威化漸變拆散，我發覺每一章節每段痛苦亦無解，做來沒法關，害怕到底沒法關，沒法關，來回夢魘裏才會把挑戰上。六根總得苦惱，未過多一頁都是不頭腦，唯一識穿恐怖，其實只有仰慕，就要掛住佢盡力望透他構造，低都很恐怖，離開都很恐怖，面對這結於地獄，狂暴盡力的犯錯。從傷心於恐怖，從傷心於苦惱，提升一點級數。從傷心於恐怖，從傷心於苦惱，同佢的魔鬼一些被壓倒。從傷心於苦惱，從傷心於恐怖。繼續再睡再醒過，夢你夢永不斷步。繼續再睡再醒過，夢你夢永不斷步。繼續再睡再醒過。